器吹奏响彻云霄，唢呐打鼓声助阵，正在庆祝土地公庙落成。信徒来凑热闹，也被客家八音团的吹奏声吸引过来。每当音乐响起，原本喧闹的交谈声立刻停住，细细聆听。4个加起来超过200岁的乐师，带着8种乐器四处演奏。喜庆场合总有他们的身影，而八音团的灵魂人物就是他，团长钟云辉。美浓客家人16岁开始演出，吹奏53个寒暑，是国宝级乐师。16岁學落個知咩喎？係啦，盤到10容易嚟咧，學才有10容易咧，你都嫌我哋一盤人生嘅咧。钟云辉不是科班出身，也看不懂五线谱。当初受到盲人师傅的影响，在吹奏唢呐时总是戴着墨镜，隔绝外界的干扰，专心用耳朵聆听，演奏出和谐的乐章。现在像他的这技术啊，他会市场啊，因为现在后来学的哦，那个音啊比较高，没有像他吹的那么好听这样。没有歌词演唱，只有乐器吹奏，柔和悦耳的声音，外国人听见了。4年前，八音团走出台湾，前往瑞士表演。我吹的东西他们又不会听，都不知道，感觉你开始吹的时候到结束，怎么这么整齐啊？他们都打破的。说这客家来的八音团是台湾之光，一点也不为过。但是传承接棒成了棘手问题。我教他，他还没有可以，还不能出去，他就出去了，他是害我的名字了嘛。客家八音团陈真有心人为徒弟，团长想让这股客家优质声音继续演奏下去。庙城前的热闹，总看到钟云辉的身影。53个年头，8种乐器调和，当唢呐揭开序曲，这客家八音演奏出我的感动时刻。